即係覺得佢仍然有成即係。去到成140蚊呢啲水平，即係而家嘅話咧，冇貨喺手嘅投資者咧都可以考慮下呢一隻。純粹貨一個短線啊嘛，即係如果你話短期嚟講咧，我相信嗰個上升嘅動力咧都會有翻咁上下。好啦，另外我哋講下另一個板塊啦，就係水泥股啊。咁因為有啲大行咧就唱好佢啦，就話咧因為即係全國嗰個水泥價格上升啦，咁啊認為咧即係亦都確認咗水泥嗰個增長咧係強勁嘅，咁因為基建嘅需求啊嘛。咁特別咧係睇好一隻中建材啦。就話佢咧就係好落後啊，咁啊亦都覺得係可以增持嘅。咁中建材好似呢啲水平，今日亦都係佢可能有啲消息好啊，咁都升咗成3%。咁而家係9個7毫半嘅。咁呢個水平咧，即係中建材可唔可以考慮下咧？嗱，水泥板塊咧，我覺得喺第四季仍然都會持續一個即係幾唔錯嘅表現啦。始終你見到啊，即係上個禮拜公布嗰個即係內地固定資產投資，即係講緊呢啲基建項目啊、房地產項目嗰個開工量嚟講咧，都喺9月份有個明顯嘅反彈啦，咁我相信去到即係第四季咧，都應該能夠即係 keep 到呢個勢頭嘅。咁所以你話水泥嗰個需求、水泥個價格咧，應該都仲係有個即係反彈嘅空間喺度。咁但係要留意翻啦，因為呢個行業咧仍然都係有個即係產能過剩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去到下一年咧，咁初步嘅估計咧，整體嗰個水泥需求就大概係20零億噸啦。咁但係整體嗰個即係供應量或者個產能方面咧，都有成即係30億噸樓上。咁啊，當如果你話呢個即係供過於求嘅壓力係未能夠即係徹底解決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個板塊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唔會話太多。咁所以你話即係要做一個即係投資嘅部署咧，都係以一個即係中短線為主咯。即係會唔會係喺第四季好啦？即係唔好拖到下年啦。係啦，如果你話買都係即係睇咗呢季嘅表現先啦，咁再你話下年個表現係點樣咧？我相信咧都仲係要睇翻究竟喺嗰個基建項目上邊係咪能夠即係進一步去到持續啦。又或者即係整體嗰個水泥廠嗰方面嘅即係併購啊、整合方面咧，究竟個進度係做成點咯？咁眾多水泥股當中啦，即係大行就揀咗呢啲中建材啦。咁你會唔會都會睇好中建材定有其他更好選擇咧？中建材唔差嘅因為始終佢都屬於行業嘅龍頭咁，同埋之前都即係透過好多嘅併購啦，令到自己整體嗰個即係生產規模都比較大啲啊，同埋喺嗰個即係經營成本方面都控制得好啲咯。咁啊，另外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即係區域性嚟講嘅話咧，第四季啊，咁傳統喺個華南地區方面嗰個基建項目啊，或者個水泥價格方面咧，都會做得好啲。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針對性一個即係地區性嘅部署，都可以考慮翻隻係即係華潤水泥1313嘅。另外咧亦都講下另外啲股民都好中意嘅內銀股啊。咁因為嚟緊啦，即係喺今個月25號咧就會陸續公布咧首3季業績㗎啦。咁有啲咧就猜測啦，就話佢嗰個盈利增長咧可以保持17%嘅，咁啊亦都有微升啦。咁不過咧亦都有啲數字咧出咗嚟咧，就話市傳內地咧4大國有銀行10月份嗰個新增貸款咧係有800至到1000億元人民幣，咁亦都係微增嘅。咁想問下咧，即係好似呢啲4大國有銀行嚟講啦，咁有冇話呢啲呢個時候咧都可以部署一下咧？我相信你話即係新增貸款方面咧，嚟緊嗰個數字都唔會話太差。今年你話即係8萬億個目標咧，我相信都能夠係即係超額完成嘅。更加緊要就係話咧，睇翻上個月嗰個數字啦。雖然你話整體嚟講就好似冇預期中咁高啦，咁但係實際上邊咧，如果你話即係扣除翻一啲短期嘅票據嘅融資啊等等咧，咁其實喺嗰個即係中長期貸款嘅佔比上邊咧，都叫做係有個明顯嘅改善。咁啊呢方面都反映翻就係話啲企業啊，或者一啲基建項目方面咧，都開始有翻一個即係借貸嘅意欲啦。咁我相信你話一個新增貸款嘅帶動底下咧，內銀股嘅表現咧唔會話太差。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就係今次個業績咧，咁都要即係睇翻一啲即係中小型嘅銀行方面咧，究竟個息差收窄嗰個嘅程度係去到邊度啦？同埋都要留意翻就係話咧嗰個嘅即係貸款嘅質素上邊咧，會唔會都見到一啲可能即係中小企係即係執笠啊，咁令到某啲銀行喺嗰個撥備上邊都要即係大幅增加啦。咁啊呢啲因素咧，我相信都會幾即係左右嗰個股價嘅表現。咁好似話嚟緊啦，譬如4大國有銀行啦，如果咁嘅話，呢個水平係咪應該都可以即係吸納下咧？有冇特別邊一隻睇好咧？又中線嚟講，我相信內銀股都能夠係即係跟個大市就同步有個即係升幅啦。咁啊，如果你話真係要揀咧，相對落後都係即係建行啦，同埋中行方面咯。咁啊，
如果你話即係睇翻佢哋嗰個即係合理嘅市盈率咧，我相信係能夠上翻去大概即係8倍左緊。咁佢哋現時嗰個估值啊，大概係即係6倍多啲啦嚇，即係都未夠7倍。咁你計翻個升幅咧，咁嗰個潛在嘅上升空間都有成係即係1成幾至到2成。嗱，仲有一隻咧就係國壽啦，佢因為今個星期五咧亦都會公布業績啊，咁知道佢之前都發過好幾次盈警啦，亦都個股價都唔係咁理想，咁啊睇翻今日咧微升咗少少嘅啫，咁而家個價係22.9嘅，咁想問下國壽嚟緊咧會唔會睇好佢咧？因為始終即係佢都因為投資咧股票，即係嗰邊蝕咗錢啊。係啊，第三季佢都即係蝕得幾多啊！即係你見到係上個禮拜公布嘅盈警啦，都反映咗佢喺第三季方面都有即係超過20億嘅虧損咯。咁啊呢個即係投資收益嘅減值嘅嗰個幅度嚟講咧，都係遠遠係即係超過市場即係之前嘅預期嘅。咁啊當然啦，因為講緊呢啲都係屬於一啲叫做投資同埋一啲叫做未變現嘅虧損。咁所以你話一旦嚟緊嗰個 A 股即係好似10月份而家係彈翻上嚟嘅話咧，咁我相信即係之前去做咗嗰啲減值啊、嗰啲撥備咧，都有機會喺第4季可以做翻一個即係正面嘅回撥啦。咁所以睇翻一啲即係大行嘅分析咧，就似乎唔係話睇得太過淡嘅。最緊要就係話咧，見到由第3季開始咧，咁整體內地嗰個保費收入嘅增長咧，都開始回復翻一個正數啊。咁甚至乎喺9月份咧，都見到國壽嗰個嘅即係保費收入咧，都能夠係即係按年增長翻成2成幾咁多。咁啊，只要你話呢個勢頭能夠 keep 住落去嘅話咧，對於國壽個股價都唔會話有即係太差嘅表現。咁如果咁講嘅話，係咪作呢個中長線部署，一定係短炒佢好啦？我相信如果你話即係以一個投資嘅角度嚟講咧，都可以作一個中線部署。好，唔該晒 Jason 咁詳盡分析啦。咁今日嗌咗2杯 cocktail，我哋可以飲翻杯先。